你哋有冇發覺有啲家庭無論佢遇到咩困難，日子都會過得越嚟越好。佢哋咧可能唔算得上大富大貴，但係佢哋屋企總係歡聲笑語，日子過得安穩快樂。但係有啲家庭咧本身嘅條件係唔差嘅，卻係矛盾不斷。咁樣究竟佢哋嘅差別喺邊度呢？做到呢4點，你個家庭唔希望都難啊！第一點，要節儉持家。俗話都有講啦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呢家嘅社會賺錢真係唔容易。普通嘅家庭致富之道咧，就係合理消費，該用嘅錢唔好慳，但係唔該用嘅錢咧，你一分都唔好喐。精打細算唔係孤寒，而係對家庭未來負責。第二點咧，要孝敬長輩，百善孝為先。父母係家庭嘅根基，子女係枝葉，根基穩固先可以枝繁葉茂。長輩嘅關愛咧，就好似一把防雨傘。孝順父母咧，就係同自己積累福報，家庭有咗福氣咧，自然會興旺發達啦。第三點，寬以待人。最和睦嘅家庭啊，都會有小摩擦，關鍵在於互相包容。夫妻互相包容，感情就會長長久久。兄弟互相包容咧，手足情深。家庭係一個講情嘅地方，唔係爭輸贏嘅戰場。少啲計較，多啲理解，家庭自然會溫暖興旺啊。第四點咧，勤勞肯幹。如果你能勤能慳啊，生活唔會貧困嘅。一個人最大嘅底氣就係自己親手去創造財富。你哋要記住，天下冇免費嘅午餐，幸福都係靠自己奮鬥得嚟嘅。懶惰會坐食山崩，勤勞咧先至會白手興家。唔怕起點低，就怕人懶惰。只要肯努力，日子會越嚟越紅火。總結起嚟，一個家庭如果能夠做到呢4點：節儉持家、孝敬長輩、寬以待人、勤勞肯幹，就算你嘅家庭唔係大富大貴，都唔會差得去邊啊！你哋話係咪啊？